創新發展嘅核心驅動力，在於深度融合創新鏈同產業鏈。YLA Foundation 獲香港特區政府認可，積極發揮創科領域超級聯繫人嘅作用，致力聯動香港與內地嘅優勢資源，構建從實驗室到市場嘅高效轉化通道。2023年3月，YLA作為重要推動方，成功促成江蘇省無錫市與香港科技大學嘅產學研合作，雙方共同設立碩港協同創新中心，標誌兩地協同創新步入新階段。2024年8月，通過積極協調，YLA成功助力香港產學研一家計劃原子半導體項目在無錫落地，實踐香港研發、無錫轉化嘅合作模式。2025年8月，YLA協助推動獲港府1億港元資助嘅智能藥業項目，正式簽約落戶無錫，進一步增強兩地在大健康與高端醫療科技領域嘅產業協同與融合發展。2025年4月，YLA發揮平台紐帶作用，促成香港科技大學上海中心與無錫市產業創新研究院達成合作簽約，共同構建從研發到產業化嘅協同機制與實體平台。2024年4月，通過資源聯動，YLA支持碩港滬機器人靈巧智能研究院在無錫落戶，匯聚頂尖科研力量，加速人形機器人技術嘅研發與產業化進程。從半導體、生物醫藥到人工智能與綠色科技，YLA所推動與鏈接嘅，正係支撐新生產力發展嘅關鍵脈絡。通過精準嘅資源對接與系統性賦能，持續推動創新成果轉化，釋放產業價值。YLA匯聚創新，鏈接未來，驅動轉化，深化融合，共贏發展新篇章。